各位新港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！羅湖新港健康嘉年華火熱進行中，鵬程口腔助力新港健康榮行，實行醫療企業社會責任，始終堅持醫療為本，守護新港市民嘅口腔健康。活動連續3日，每日下晝2點到6點，我哋喺金光華廣場為大家帶來專業嘅口腔義診，現場醫生1對1解答口腔檢查，幫大家輕鬆了解自己嘅健康狀態。有更多超好玩嘅套圈大作戰等你嚟玩，有牙齒掛件、鎖匙扣同埋愛牙大禮包、黃金手機貼，超多好禮，一套就中，福利滿滿等你嚟玩。健康玩樂兩不誤，鵬程口腔用公益行動傳遞溫暖，用專業醫療守護牙齒健康。明天下晝2點到6點，金光華廣場，我哋不見不散。